是两名共哈发。今天来到我们课堂上的是一位全创作很优秀的新生代男偶像歌手，欢迎张丰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丰琪。欢迎欢迎！从我以前在做娱乐新闻的时候到现在啊，认识算蛮久，但从来没有吃过饭啊。我想说大家。圈内朋友很少，大家可以约一下。你有喊哦？你有空吗？我冇喊，我冇喊，我没空。我冇喊。那你哪个时间开有喊？你什么时候比较有空？不用撩你，不用撩你，放假日。然后明天刚好是不用撩你放假日，星期六。不然明天我们去大洲西聚餐怎么样？可是因为。就有活动，尤其是假日，又拒绝我了。没有，不过之后如果改天有空，就哈尼拜，哈尼拜就是下一次。对，下一次哈尼拜。对嘛，这样也才够意思。怎么从头这样一直讲到最后？竟然说爱莫喊我没空。好，我们来复一下今天的课教，好不好 ？OK。你有空吗？你有喊冇？我没空。我冇喊。嘿，我冇喊。我冇喊。放假日不用撩你。厉害。聚餐大洲西。厉害。下一次哈尼拜。哈尼拜这一句也是你最会的。好了，那就这样说定。哈尼拜我们可以约一下去大洲西。OK。复习时间，你有空吗？你有喊冇？你有喊冇？我没空，我冇喊，我冇喊。放假日，不用撩你，不用撩你。聚餐，大洲西，大洲西。下次，哈尼拜，哈尼拜。行真嘢客家 VMB，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吧。